有太之衝到火焰，用看笑氣讓你可以隨緣。如前行全是怪狀，由我化身哥斯拉給踩遍。世界太過沉悶而無法改變，為你裏面做幾安樂力去表演。哪怕臉上荒島急需趟岸時，我盡力下傳。用盡辦法去變身上，擠出72類人，來為你東奔西走他1000種運。無論做打手拍推都永遠配合，大量角色熱如地寄生，逐個變身想假裝輕鬆心慌萬能，胡亂事事處理每個難題很深，唯求在不可猜測的這個世道，讓你心親。